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睇下我哋 HKFWD 喺香港油麻地嘅外勞宿舍。呢間宿舍位於油麻地新填地街，係一間4房嘅唐樓。咁呢度嘅地理位置超級方便，落樓行3分鐘就到油麻地地鐵站。去香港邊度返工都好方便。我哋所有公共區域都安裝咗24小時嘅 CCTV， 確保宿舍安全，同埋唔使驚有人入嚟偷嘢。勞工住得安心、安全有保障。HKFWD 所有宿舍都配有滅火筒同埋安全指示牌，防止勞工喺宿舍入邊唔安全用電。房間內嘅設計就非常之實用嘅，每個人都配有私人儲物櫃，可以放個人嘅衣物同埋私人物品。咁我哋每間房呢都會配有冷氣，仲有風扇燈，亦保留咗非常大嘅活動空間。除此之外呢，我哋呢度嘅光線非常之好。除咗我哋頭先提到嘅儲物櫃之外呢，其實我哋每張床都會配有相對應嘅床上用品，同埋獨立嘅充電位置。咁勞工就唔使擔心用電麻煩。呢間宿舍配有3個洗手間，每個洗手間入邊都會配有花灑、熱水器、洗頭水、沐浴露、紙巾等其他生活用品。以上就係我哋油麻地新填街嘅勞工宿舍全部情況啦。如果有興趣睇樓或者想了解我哋更多宿舍房型，記得聯絡我哋啊！我哋宿舍嘅聯絡電話就係92279667，或者都可以掃描屏幕中嘅QR code去了解。多謝大家。